自2025年2月初9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保持内心的纯洁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民数记》12章第1节到16节。米利暗甲阿伦批评摩西，因为伊带古实女子做某。因讲上主减简单通过摩西讲话，减无嘛通过阮讲话，这话上主有听到。摩西做人非常谦卑，赢过世间所有人。忽然，上主对摩西、阿伦甲米利暗讲：恁三个拢出来会幕遮，因三个就出来。上主伫云条中降临，徛伫会幕门口，叫阿伦甲米利暗，因两个就行进前。上主讲：恁着听我的话，恁中间若有先知，我上主是用异象互因捌我，通过面梦甲因讲话。毋过我的仆人摩西毋是安尼，我有将我的全家交代伊。我是甲伊面对面讲话，明明讲，伊毋免约。伊甚至会看见我的形状，恁哪敢批评我的仆人摩西？上主对因生气，就离开。云对会幕的顶面散开，米利暗忽然起严重的皮肤病，伊的皮肤亲像雪遐白。阿伦看到米利暗起严重的皮肤病，就对摩西讲：我的主啊，求你毋通因为阮愚戆犯罪，互阮受刑罚。求你毋通互伊亲像出母胎就烂一半的死胎。摩西就哀求上主讲：上主啊，求你医好米利暗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伊的老爸若甲伊配喙烂伫面呢，伊减毋免见笑7日，等着甲伊隔离伫营外7日，然后才通互伊转来。对安尼，米利暗就互人隔离伫营外7日，人民无起停，听候到米利暗倒来。后来，人民对哈索略起停，到巴兰的旷野才赢。保持内心的纯洁。上主当众维护摩西，毋简单因为伊的领袖身份，也因为阿伦和米利暗伫众人面前攻击摩西的领导权柄，引起旋哗。上主减简单通过摩西讲话，减无嘛通过阮讲话。阿伦和米利暗的话并无毋对，一个是大祭司，一个是女先知，某种程度也是会当甲上帝互动，譬如讲伫异象中，也是梦中得到上主的启示。但是因对这并无满足，哪像感觉上帝直接对摩西讲话，好像是互摩西搁较强的认证，互伊一人独大。阿伦和米利暗的话其实是出自这度，因用摩西带古实女子做某，提出控告，照着看哪像是伫维护正义的理由，抨击摩西破坏律法，诚做歹模样。因心内上真实的大事是，上主减简单通过摩西讲话，减无嘛通过阮讲话。因所毋知影的是，上主甲摩西是面对面讲话，毋是因为摩西领袖的身份，是因为伊的谦卑，蒙得上主的喜悦。因为安尼，上主对因讲：我是甲因面对面讲话，明明讲，伊毋免约，伊甚至会看见我的形状。恁哪敢批评我的仆人摩西？
出埃及记33章11节指出，每次上主和摩西面对面讲话，拢亲像人伫甲朋友讲话共款。即句话表达出上主甲摩西之间无距离，毋是因为因本质相款，是在伫因关系亲密。摩西敬仰上主，上主也尊迎摩西。当阿伦和米利暗感觉被忽略委屈的时，并毋是亲像摩西安尼拍败伫上主面前听凭上主的裁决，是为家己大声辩驳，两者的差别一目了然。因和以色列人共款，拢无法度甲上主面对面，因为因对上主只有恐惧，却无敬畏。虽然因渴望知影上主的旨意，内心却无够纯洁，就对上主充满期盼，担心一无小心就会得罪上帝，性命不保。因的信心也真软弱，无真正敬畏顺坦上主，所以只会当请摩西代替因到上主的面前，听取上主的旨意。阿伦和米利暗生命中的阻碍，就是无法度拒绝极度的试探。箴言14章30节讲：腕度互骨头朽烂。中文翻译是：极度是骨中毒癌。这句话点出极度对生命的破坏力极大，伊会互人失去理智，甚至对至亲的人拢会当亲手杀害，就亲像规约中的该隐杀害小弟亚伯共款。看到摩西因着手足的嫉妒受公开批评，以及亚伯因着手足的嫉妒受杀害，咱搁较认清嫉妒遮尔恶察觉，但是搁会带来巨大的影响，咱需要搁较着小心提防。默想，着专心倚靠上主，毋通倚靠家己的聪明。伫你一切的所做，拢着尊重伊，伊会指点你的路。箴言的话提醒我，着切记上主的话语，搁遵行。着专心倚靠上主，毋通倚靠家己的聪明。伫你一切的所做，拢着尊重伊，伊会指点你的路。箴言的话提醒我，着切记上主的话语，搁遵行。咱来祈祷，上主啊，人掠家己所做拢对，你却审查伊的动机。我对家己的正直欠缺确切的把握，愿你的公义甲圣洁庇佑我，互我保持内心的纯洁，所想所讲所行，拢会当蒙你的悦纳，通永远行伫你救恩的道路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所有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